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9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目前南海到西太平洋有3个风台，其中花加沙恐惊会增强做强度风台，影响台湾。上期后礼拜发布陆上警报。今年国家防灾日演习早起9点21分发布国家基警报，总统赖清德早起去宜兰视察，望透过防灾演练，让国家愈韧性。美国联工指挥晶片大厂回答，将宣布要投资英特尔50亿美金，做伙开发电脑甲资料中心的晶片。来看目前南海到西太平洋受3个风台，受到轻度风台米塔外围环流影响，东南部这几日拢会闪大水雨。另外，轻度风台花加沙嘛有可能会通过巴士海峡划进台湾哦，有机会增强做强度风台。气象署是预估，上个礼拜会发布陆海上风台警报，后礼拜1会发布陆上警报，后礼拜2到拜3的透早影响上大，花莲、台东佮屏东哦，可能会落大水雨。现在西北太平洋南海非常热烈，短时间内连续形成3个风台。目前上接近台湾的是伫咧菲律宾的西北边，第17号风台米塔，未来会向广东方向行，袂入来台湾。不过，伊的外围环流也是会带来大量的雨水。目前受到这个米塔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整个南边的对流发展是比较明显的，一整天不定时的会出现一些阵雨或是雷雨的现象，而且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短延时的大雨，甚至有一点点豪雨的机会。气象署提醒，对台湾影响上大的是第18号风台花加沙，目前伫咧菲律宾的东边海面上，虽然离台湾也真远，不过伊的强度持续咧增加。气象署预估上接近台湾的时，可能会发展做强烈风台。上近礼拜发布海上警报，后礼拜1会发布陆上警报。它在经过这个海面的过程当中哦，它的发展条件其实都还算蛮不错的，所以我们预估它的强度基本上是有可能会来到中台上线，甚至也不排除有一点强烈台风的机会哦。另外一粒第19号风台远行，目前离台湾非常远，超过4000公里，会行向日本，基本上对台湾无影响。不过未来也是需要继续观察。气象署提醒南部、东半部的民众，这个拜6礼拜，要先做好防灾的准备。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再来看轻度风台米塔，目前是移动到中国的广东附近哦。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甲过道对流发展正旺的影响，嘉义市昨下晡3、4点的时阵，常常是落大水雨。伫嘉义市的东区1点钟内，就落92毫米的雨量，有一寡路段积水哦，有路边的车互淹掉。嘉义市的棒球场嘛淹水了。民众协助因为落雨塞车的人，嘉义市10八下晡常常落青公雨。1点钟的时间，就落92毫米的雨量，因为未付排水，嘛造成一寡所在有积水的状况，甚至还有停车伫路边的民众，还有积水淹入去车内底。一个轮胎啊，只是说他的车过哈，那个浪有没有？浪有大概有进来。所以刚才的雨是还下得蛮大，然后蛮久的，对，所以你在那个情况底下，大概就已经是淹起来了吧？米塔台风的外围环流造成整个环境的水汽增加嘛，再加上午后的热力作用旺盛这个施雨量达到92，算是非常大的一个短延时强降雨。那嘉义市历年来看的话，是比较少有达到这样的一个降雨。除了市区的街仔路受到大雨影响，嘉义市的棒球场嘛，因为大雨造成户外球员休困的所在有积水的问题。市政府表示，棒球场这个积水的所在是因为地势较低，加上雨上大，才发生这个状况。那我们的户外球员休息室其实是位于我们在水平比较低的点位所以昨天因为大雨的滂沱的关系，所以造成一时的雨水的泼进来，然后一时的来做积水。为了要了解积水的原因，嘉义市政府公部单位嘛出来巡视勘查，市府表示，若是搁拄到道路积水的状况，民众拢会当通报相关单位。嘛，呼吁民众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也是可能会落雨。民众骑车、赛车经过积水的所在，要注意安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风台丹那西已经扫过2个月了，台南将军乡各有厝是还未修理好势，有一对翁仔某等无工人，只好先搬去教囡仔大做伙市政府虽然是强调讲有超过9成已经有协调派工了，也毋过嘛是爱个等，即马又个风台要来了，民众是真烦恼。
今日台南将军一号姓黄的翁仔某徛喺内底，部分厝顶互陈那些风台跳了，对内底看一粒欠天，客厅内家具囤甲满世界，厝主无奈有会歹去的就爱单调，整理到达要2个月尾啊。根据台南市政府统计，在后慰助金发放已经完成99%，另外议员参政府媒合修身拆除进度嘛有90%，不过即阵嘛是阁有部分灾民也搁咧单工。我嘛是逐工咧赶，哎，就是等飞机啊，我咧房啊，就是要换飞机嘛，换地皮屋啊，嘛是等了，我逐工嘛在啊赶，我人逐工就是要敲电话，就来敲电话啊。他在催了，对，在催。看看这2天有没有办法就对了。所以最坏的打算就只能让他。听天由命啊！厝顶的石类都拆完了后，到今也无法度修缮。因翁仔某讲，这2个月因分别暂时去住囝儿遐，若是市府这个补助，主要是针对徛家尔，仓库并无相关补助，但无袂少人靠做事咧趁食，这维护费参洪灾了后的废弃物，嘛是因真大的负担。这阵工人总算到位，按算会先用铁片来遮暂时应付，后续搁修理较完善嘞。房间门将打得修理的。啊，准你的工这个没有算在内，只有污损啊。以目前比较重要的就一点先大致上先做了嘛啊，如果其他的那种里面能够做的就尽量嘛，用盖的啦，还是怎么处理啊？修缮团队讲，完整修一间上无爱3至5天，就算落雨，进度嘛无停。不过刷落来，阁有风台接咧来，台南受灾户参时间咧拼，就希望这波风雨莫去造成严重的迫害。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高雄市全市的学校甲幼儿园，伫早起9点21分开始等进步，所有学生嘛来进行第一档的避难的演练。另外区的移民国中甲幼儿园佮针对太阳能板导火来进行演习，那么做伙来看卖。早起9点21分，地动的警报声一弹，英明国中的囡仔伫2秒钟内，随双手扶着头壳尾就去倒下骹。等到学校放送避难指示，包括200几个幼儿园学生，拢总600多个囡仔，随地珠啊对头壳往内，一个对一个疏散到运动场集合。高雄市19配合国家防灾日，全市各级学校甲幼儿园同齐进行地动防灾演练。其中英明国中有加入太阳能板归修的模拟演习，要让学校师生无论面对什么状况，都会当有能力来应付。以后可能如果就算是体育课，可能也要带防灾包。就是如果真的遇到就是紧急状况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逃，不然我们总不可能冲上楼拿防灾包再下来。藉由课程以及师长的引导，让学生在学校就学到防灾教育的意识跟理念，并且再透过实际的演练跟课程的深化。除了地动火灾以外，校方表示，若天灾包括战争，嘛是台湾可能会面对的状况，所以因今年专工甲防灾避难的知识编入去校定课程。对这学期开始，所有囡仔拢会准备家己的防灾避难包，包括水、食食、手电啊等等的物件，随时应付灾害发生。1个月会检查一次，看一下食物跟水有没有过期。对，课堂上我也带他们看1级、2级。如果我们要逃难、避难2天甚至3天以上，要准备什么东西？然后男生基本上15公斤内，女生10公斤内，这些要点诀窍都会告诉他们。防灾避难包的议题这2年才受到重视，校方甲原地做本的防灾知识，实际融入课程甲生活内底，希望让囡仔伫咧面对灾害时，拢会当有能力来自救救人。记者郭家祖、柯昭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桃园大园区有一个国校3年的囡仔，伫顶礼拜六在洗身躯的时候，胸腔无喘气死亡。也毋过嘛，所发现讲，这囡仔的身躯有真侪空喙，检警嘛在进行调查，暂时判别验尸，要来了解死因。桃园大园区一个3年的查甫囡仔，顶礼拜伫个自体浴巾洗身躯的时阵，刷胸腔急性昏去，送南口中基病院急救，救4天，伫16暗时救无转来。因为查甫囡仔的头、面、肩胛、大腿身躯有真侪打身躯的伤痕，家庭捌有管教不当的通报记录，并已经通报警方社政系统介入调查。男童就医疑似受虐案件，本署指派妇幼组检察官侦办。于同日晚间，男童不幸身亡。于17日经警报请检察官前往相验，并于昨日解剖，死因尚待鉴定中。针对查某囡仔好亲像互人虐待死亡的案件，遗体已经报请检察官相验了后，伫18进行解剖。地检署表示，已经约谈家属，会积极侦办查清楚真相。
学校嘛伫第一时间随进行校安的通报。学校表示，案生平日在校与同侪互动良好，上课期间遵守班级秩序，无明显异状。教育局已督导学校成立关怀小组。教育局表示，学校已经成立关怀小组，除了慰问家属，启动校内辅导机制，也协助共班的同学也甲任课的老师进行情绪支持甲心理辅导。另外，会持续配合警政调查，查清楚死亡的原因，也甲好亲像家暴的事项。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中华有一个9岁查某囡仔，为着 A 型流感冒，疼甲无法度行路，落尾是伫中华病院查出讲，这是一款真罕见流感的并发症。医师嘛提醒讲，若感冒、阁有骹手酸痛、无力的症头哦，上好爱赶紧去大病院检查。最近台湾为着流感的人数阁开始加悬，根据疾管署的监测，指出今年流感拍算会伫9月中旬进入流行期，比往年阁较早。中华一位9岁查某囡仔发烧、脑后痛、筋肉酸痛，确诊感染 A 型流感。经过治疗，流感的症头好去啊，但是骹腿却疼甲无在条行路。为什么没办法走路？因为脚很痛，走了会很僵硬。哪边很痛？小腿这里。经过检查，发现这位查甫囡仔肌酸磷化酶高过正常的数值，确认是患蚊肌用改症。医师研判，可能是因为患者的流感好也袂离，运动量阁超磅，才会引起这个症头。若是严重，可能会影响腰肌的功能，甚至有死亡的风险。个案的话是一个 A 型流感并发肌肉发炎，那因为剧烈运动的关系，所以后来又诱发了横纹肌溶解。得到流感的时候，如果有肌肉酸痛的情形，还是建议就是尽量避免剧烈的运动，那以免并发横纹肌溶解比较严重的一些并发症。疾管署嘛提醒民众，今年的公费流感疫苗自10月初1开始注射，11类高风险族群会当优先注。医师就建议有符合资格高风险族群的民众，爱量早去注流感疫苗，降低重症甲并发症的发生。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高雄南马溪区炼油厂附近的滨高道，伫昨暗7点外有一台轿车红灯，佮要冲过滨高道，造成火车赶紧减速，实在是真危险。加载是无人受伤，警察还未到现场，这个驾驶人就绕跑了。警方嘛表示讲会传唤这个驾驶到案说明，卖移送检方侦办。滨高道警示顶道早拿放落来，警示声一直响。本来要过区间车煞向向停落来，因为头前挡一台车。火车在前面。现场民众大声喊，保全也来引导这台车离开。不过驶入去轨道的这个驾驶离开进前，一个差一点嘛弄到另外一台货车，警察也未来就行走。警方到场后，该自小客车已于19时26分驶离平交道。但因影响台铁3031车次误点约6分钟，现场均无相关人员受伤。代志发生伫咧18暗7点半左右，一台轿车驶入去高雄站、甲南马溪站之间的炼油厂滨高道，也造成台铁3.3节区间车慢分6分钟。19早起，我来到现场，滨高道的车流量不正大。这台违规的车在经过滨高道的时阵，头前后壁栅栏的所在拢有2高伫咧过。本来看伊直直驶的马靠正边煞去卡着。我们24小时都有人在这边引导这些车流量的走向，这样子。他如果已经冲到里面去了，我们会叫他回转，然后走正常的路这样子。这个驾驶代志发生了，家己离开。警方是讲，卡伫铁轨路并无损毁其他物品，无算肇事逃走。这嘛已经知影车主甲驾驶是同一个人，会依照违反公共危险，抑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规定，传去告案，依法函上桥头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上紧10月下旬，就会普发现金1万块，是召回法师发起旧年的运动，呼吁政府提供民众会当把这1万块转入国家救命钱的选择。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嘛，甲这个推动人士来见面，表示讲真感动，大家愿意牺牲权利来回归国家。另外，民进党立委开记者会是呼吁中科在违法的修法，爱行政院赶紧提出草案。财政部嘛主张讲，爱全面来检视在违法。
破发现金一万，上近10月下旬发放，也毋过即马有无共的声音，法师释交回号调记领破发1万，呼吁政院设立国家上命专款专户，互想要记领的民众关注。行政院刘德阳台19早起接见释交回定人。普发1万的运动的言论有太多的，可以说是认知作战，他让民众认为不拿白不拿，而没有让民众知道原来是举债来拿。希望聆听大家的意见之后，我们能够有一个对全民来讲最容易达到这个目的的做法，善用大家的这种爱心跟对国家的向心力，来凝聚一个更强大、团结台湾的力量。同款引起讨论的也有在违法，几啊位联合立委早起共同召开记者会，认为造成即卖版本毋能危及中央财政能力，更加加重社会失衡、淡薄轻淡的问题。呼吁行政院甲每一个关心在违法的立委都爱赶紧提出草案。修法出来的结果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在垂直面的分配也好，在水平面的分配也好，都出现非常大的问题。因此呢，我们希望行政院呢能够赶快提出这个法案。民进党的党团他们也觉得行政院应该要提新的版本出来的时候，民进党的执政党团跟行政院当中到底出了什么样子的问题？为什么党内的时候行政立法部门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歧义？包括台南市长黄伟哲、高雄市长陈其迈、屏东县长周春美等人，也拢翕影片赞同重新修正在违法的主张。财划法呢，要全盘的来去做检视跟修正，而不能只单一去解决这个公示的问题啊。行政院财政主计金融处副处长李新辉表示，行政院爱全盘检讨在违法，各甲各县市充分讨论，以达成均衡城乡的目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美关系搁在谈判，农业部带团去美国要扩大采购黄豆、麦芽、番麦、甲牛肉，引起外界关心。也毋过农业部是强调讲，这是逐档拢会安排行程，主要嘛是民间在推动。也毋过嘛是有业者真烦恼讲，扩大采购会影响到本土的畜牧产业。推杀国产黄豆的合作社嘛呼吁政府，营养午餐绝对得爱坚持继续来使用国产的黄豆。国内黄豆、麦芽、番麦、甲牛肉高度挖口进口，尤其黄豆达到99.8%，自美国进口占比瓦4成。面对台湾扩大采购，推动本土黄豆正式的合作社表示，只要清楚表示国产甲进口饲料食品的分流。也毋过，就惊无实在标示四过串。另外，也呼吁学校营养午餐爱坚守使用国产黄豆。营养午餐一定要就是标榜使用非机改不行，这个坚持是需要来坚持，绝对不能退哦，这个是营养的防线。虽然牛肉也是达到9.5%进口，美国占比41%，也毋过面对农业部带团去美国扩大采购，台湾肉具产业协会也是普遍怀疑，这农业部是代表台湾也是美国，会认为对本土产业照顾不足，更加显得心头震荡。为了关税，然后去买别人家的农产品，那我是觉得对农民来讲有点情何以堪啊。对于在地的产业，我们台湾的产业是要多照顾一点。这摆采购团也有畜牧业者对此市地协会认为，这是正常交流，对产业影响不大。都无影响啦，这样。对你无影响啊呢？美国有美嘛较好啊。从1998年就开始推动，原则上每2年举办一次，今年已经是第15届，可见这个活动是行之有年。面对外界质疑，这摆是农业部赶紧去美国采购换免关税，农业部特别澄清，采购活动已经是几啊年，拢是看国内业者的需求提出，并不是政府出钱，买的拢是对国内产业甲消费者有利的平衡。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欢迎新的会期，今仔起告路，民进党团嘛举行党团大会，来进行党团干部的选举。郭建民连任总调，郑嘉宾是接干事长，陈培如继续做书记长。郭建民嘛强调讲，有信心来迎接新的会期。
立法院新会期19开议，民进党团召开党团大会，外界伫看党团干部选举，包含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行政院副秘书长黄昭雄等党政高层拢到场，互人解读是亲身督军，要以全新党政党部机制迎接新会期挑战。徐国勇背回讲尊重党团自主。尤其党团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党团的群组，那我也感谢他们。那也会把党团的一些意见跟中央党部会做一个连结。经过投票推选，党团3长人选出来，张嘉宾得到43票，接干事长；陈培如摕到44票，续任书记长。总调关建明渡过铁腕风波，继续连任。今天我们是经过民主程序，经过投票，然后来产生新的党团干部。另外，行政院为19开始分4个推出加各委员会的立委举行便当会，收集意见，议事共识。民进党团的优先法案会以企业并购法、企业资产服务法、青年基本法、AI 基本法、也甲儿童托育服务法，嘛纳入海南七法，也甲真侪项国安法案。这4场的便当会，基本上就针对未来新会期，做广泛意见的交流。那我想，这是院长希望能够多加强跟立法之间的这个联系跟沟通。未来还有10多个法案是攸关赖清德总统的国安17项，会落实于例如《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或者是国家安全法，或者是陆海空军刑法等等。国民党团优先法案除了纳入地方制度法、一般性补助款专法，首要目标是推动停产公教人员年金，互立营批评是行倒退。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是表态，有条件评估。我们物价通膨这么的厉害，那原来设定的这样的一个年改的金额，这样再继续砍下去，的确对很多的退休的公教人员呢，对于他们的退休生活已经造成了影响。希望能够具体而细致的谈，而不是只谈一个大的方向。有关于公教退休的年金恢复到2017年以前改革的水准，这个我们当然不会同意。民众党团不管司法滥权羁押，表示要捍卫人权。优先法案会提出刑事诉讼法、法官法定修法，嘛要推杀公投北大选无在籍投票。记者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联合国安理会将投票针对要求以色列马上停战加沙提案，美国是由个动用好国权。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14票赞成，敢若美国反对。这嘛是美国伫2党内第6届动用好国权方式要求以色列停火决议。以色列持续扩大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当地居民只好一直避难。有居民讲，这是伊第36届逃亡。不过18美国第6届动用好国权，组织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以色列对加沙的停火决议，内容包括以色列爱随无条件永久停火，并解除所有人道救援限制。在安理会的15个成员国当中，这届的停火草案是由10个国家起草，得到14票赞成。The United States rejects this unacceptable resolution. It is beyond time that Hamas release every single hostage now and surrender immediately. 另外，欧盟执委会嘛提案，因为以哈战争会暂停差不多58亿欧元的以色列出口贸易。虽然欧盟目前也无伫所有成员国当中得到有效的支持，不过成员国之一的西班牙是随表态赞成。西班牙除了已经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以外，也要采取以色列武器禁运的措施。但是德国本来的亲以色列立场，也因为加沙饥饿民众排队的时阵，去互人枪杀这个画面，互舆论转向同情加沙。在民调当中，大部分的德国人是支持承认巴勒斯坦国。Für die Bundesregierung steht die Anerkennung palästinensischer Staatlichkeit gegenwärtig nicht zur Debatte. Eine solche Anerkennung sehen wir weiter als einen der letzten Schritte, nicht als einen der ersten hin auf dem Weg zu einer Zwei-Staaten-Lösung. 受到国内压力，梅尔茨对以色列的态度只好转向。伊讲无赞成以色列想要借由战争消灭哈马斯的做法，不过嘛无同意外界讲的以色列的做法都是种族灭绝。但是对欧盟的制裁决议，德国会伫10月的会议中决定。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为了抗议政府新编列的预算，在法国各地总拢有大规模的示威甲罢工，包括老师、火车的司机、有药剂师甲医护人员，有上100万人行上街头抗议。因要求政府扩大公共服务的支出，爱针对好野人来扣税。
取消要求民众延后退休的计划，也毋过大约有400个抗议的民众，互警方抓起来。巴黎防暴警察用盾牌摆做一道墙，将示威者向后壁送，尾仔就放催泪ga斯，为阻止民众攻击军方。警方伫现场也阁掠到真侪，但比如干那甲石头的穿乌衫的人，现场气氛正紧张。这场法国总工会顶工会发动的全国大罢工，18早起开始，大众运输尤其是巴黎地铁，上班时间强要坐无车，因故有上班的人讲因支持罢工。Oui, bien sûr. Je la comprends. Je la soutiens, même si je la fais pas, mais je la soutiens. 自巴黎到马赛、南特、波尔多，自大城市到小乡镇，法国全国至少有250场示威，差不多1/6的中小学老师罢工，真侪学生也参加封锁校园，9成的药房无开。巴黎只敢若3条无人驶路线正常伫营运，这是2023年以来法国总工会加其他主要工会第一遍联合发动大规模社会动员。因讲这边参加的人有200万人，不过法国政府讲差不多50万人。Parce qu'il faut que le gouvernement comprenne qu'il y en a marre de l'austérité et que réellement il y a des mesures à prendre effectivement pour sauver la France, mais ce ne sont pas celles qu'il faut prendre sur les travailleurs. Ce sont des mesures à prendre au niveau du gouvernement et des économies qu'il y a à faire par ailleurs. 法国总统马克龙2022年开始伊的第2任期了，财政赤字甲政府公债大幅度增加，也搁互国际信评机构惠誉，甲主权信用评级降到历史上上低。10年期的公债息利率也伫9月初超过意大利。历任的总理拢想要用，亲像是退休制度改革的方法来阻止法国一直下降的财政困境。不过民意甲国民议会拢无停，总理所提出的2026年预算，就算是换新总理勒克努，大家也是上街头抗议。Emmanuel Macron, pour échapper à cette dynamique, s'est dit tiens, on va changer de casting, on va changer de Premier ministre. Mais nous ne sommes pas bêtes, nous ne sommes pas dupes. Ce que nous voulons, c'est un changement de politique. Monsieur Le Cornu s'est dit 新总理勒克努为着要安大民意，取消被3到2个固定假日，也个取消前总理甲前部长的终身福利。不过法国总工会秘书长希望政府废除退休金改革。叫好野人士，扩大公共服务等措施，甚至讲政府的预算就要来大路顶决定。公司新闻网络媒编译。再来看美国联钢智慧晶片大厂辉达，昨宣布讲要投资英特尔50亿美金，要做回来开发电脑甲资料中心的晶片。目前辉达是还未互英特尔订单，也毋过外界正关心讲，辉达入股英特尔，敢会对台积电有影响？华尔街股市18创历史收盘新高，其中标普500起0.48%，道琼起0.27%，拢创新收盘纪录。纳斯达克起0.94%，也瓦群或者是创历史新高。除了联准会宣布降息一码利多消息，市场认为晶片大厂英特尔有可能会当承接部分辉达受限制业务了，股价大起，大盘也低起。There had been some news earlier in the week about China restricting or banning U.S. chips to be used in some of their AI, U.S. collaboration to build the preeminent kind of AI ecosystem in the U.S. 辉达的支持和英特尔带来新的转机，这个的收盘计价30.57美金，比前一天起5.67美金，差不多22.77%，是自1987年以来上大单日的起磅。辉达伫这天收盘176.24美金，比前一天起5.95美金，差不多3.49%。辉达将会用一股23.28美金的计价投资英特尔50亿美金，入股了会成为英特尔上大股东之一，持股差不多4%。对川普去英国访问的执行长黄仁勋，伊讲这边合作并不是川普政府主导，不过政府若知影应该会支持。You're taking over the world, Jensen. I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here. I hope you're right. 双方的合作包括开发个人电脑加资料中心用的晶片，因过英特尔代工业务媒体辉达生产运算晶片，会负责拥有双方共同开发产品的中央处理器加先进封存技术。辉达甲英特尔合作，在市场上认为是对台积电甲超微造成潜在威胁。台积电做嘛替辉达生产因相关规格 GPU， 所来可能甲部分的业务交予英特尔，也让超微伫资料中心市场可能会失去部分的竞争优势。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过来消息来看，要以公务人员薪薪的状况，行政院推动公务人员一档有3天唔免扣薪水的薪薪调息假。柯清怡宣布讲，10月初10，世界心理健康日开始推动，无需要证明就会当请假。
伫办公室处理一大堆的公文，公务员有工课压力，也有民意代表来压力，各有民众定情的压力。根据新北市政府的统计，有60个的公务员认为工课已经加做主要的压力来源，这也让政府开始注重公务人员的身心健康。行政院伫去年提出要增加公务人员的身心调适假，考试院完成修改公务员的请假规则，宣布伫咧今年10月初7正式实施，已共有超过30万人受惠。身心调适假，我们这个是新增的，每年3天。那这个不需要有相关的证明，它的目的主要就是要友善公部门的职场环境，降低身心疾病的风险。考试院指出，照新制规定，公务人员一档会有3天的身心调适假，免附证明，机关也袂当拒绝，而且会当以点钟来请假。有劳团发现，目前台湾的学生公务人员拢有身心调适假，就剩劳工无这款假。公务人员事假是有薪水哦，所以伊的身心照顾假并入事假是有薪水1天。毋过台湾劳工事假虽然一年有14天，毋过拢是无薪水的。所以我是感觉职场的这个友善的这个部分，可能要做较健全的。比如讲，咱的这个霸凌的这个杜绝，也是讲咱即卖諮商的这个服务，这可能是比假更加重要。劳团表示，面对工课上的霸凌、工课压力大，是造成劳工身心疲劳的问题。因建议政府先针对劳工的身心状况，提出相关的医疗配套，也照顾到劳工的身心健康，安尼较合劳工的需求。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内政部要修正税厝市场发展管理条例，来保障厝卡3年的租期，限制租金起的趴数，搁有歹厝卡搬厝的条款。那欠厝税超过2个月，得当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搬厝。为着促进税厝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内政部会修正租赁主体市场发展甲管理条例，聚焦伫保障厝卡3年租期，限制续约租金起伏，甲增订租霸落车条款。其中保障厝卡租期方面，厝头家会当用收回自用等理由，伫租期改完进前终止契约，也毋过一年内袂当甲出租，若无会向裁罚3万至30万。房东如果有违反无故不续约，或是收回没有去自用房客，因为他被迫必须终止租约去找别的地方住，对于他的一些搬家的一些负担的话，房客可以对房东请求相关的赔偿。厝头家团体代表对修法路径基成，也毋过也提醒，像租约保障3年，恐惊会互厝出租期比3年少的厝头家无法度就空厝到底税厝市场。我们工会接到房东的反映是，其实有点过度干涉到我们在租的权利哈，跟他自由的部分，而且很显然的就反映到，如果这些房东里面只有空闲1年的时候，像这个房子就不会拿出来租了。但标准路径设立租霸落车条款，尤其是准备改造欠租2个月，经过厝头家催缴无结果，就会当看作是租约期满，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呼吁内政部一定要落实修正，保障厝头家权益。厝卡代表团体是表态支持修法的大方向。除了房客的租权的保障的话，对于极少数的租霸的劣行的一个行为，也要订定有效的一个排除的机制。民间团体也发起公民联署，要明确支持内政部修法，强调租赁专法修法绝对毋是要互厝头家甲厝卡对立，而是要保障双方的权益。未来当法案送至立法院，也会优势立委，希望会当得到部分党派支持，建立公平税税环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统计指出，咱国内国校6年的学生近视的比例有70%，比全球的平均更较高。国民健康署试办儿童视力体检计划，找眼科医师替囡仔一当做一届较详细完整的检查，嘛按算讲2027年要全面来推动。即摆的囡仔大大细细拢会摸手机啊、拍电动，也是看影片。根据国际近视研究学会2023年的资料显示，全球近视的人口大约有30%，台湾的近视率比全球平均高。调查发现，幼稚园大班近视的有9%，国小1年啊增加到19.8%，国小6年啊已经增加到70.6%。国健署表示，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愈来愈高。
为着要降低近视率，对民国114年开始试办台检计划。这跟传统的视力筛检不太一样，并没有只有做视力表的这个筛检而已，它还包含了就是散瞳取光度的检查跟斜弱视的检查，而且是由专业人员专业的眼科医师进去做。那示范计划1年之后，我们会去评估示范计划的一个成效。那如果成效不错的话，有机会会是在116年全面的推动。专家讲，近视毋是上恐怖的，上恐怖的是近视若是发生无处理，一年会以每瓦100度的度数来增加。若是重度近视，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白内障、青光眼这的并发症。医生表示，为了要避免囡仔近视愈来愈深，建议爱伫幼稚园这个黄金时间做检查、追踪、治疗。还有斜弱视或已经近视的话，会希望家长3个月内就要去做就诊。那如果是在近视前期的话，它还有一些时间，那可以建议就是在6个月之内，就是去做一个追踪检查。郭建树表示。114下年度开始儿童视力体检试办计划，眼科医生会去有参与试办的幼稚园做检查，专家和医生也呼吁家长有做好体检保泡沫，分别是莫烦恼、配合体检、治无啊、早发现、早治疗、追踪，互囡仔有健康的基础。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台南的警方要抓越南的车手哦，去台南一间卖越南面的店要抓人，因为迄当时哦，店里就有一个未晓中文的越南看护，也毋即间面店的头家哦是真不满，认为讲警方应该爱摕搜查票，嘛应该爱通知业者来到现场。警方是强调讲，有先经过现场的工作人员同意，才入去找人，无看到车手，因就随走咯，嘛无超吹。这个月初4，台南这间越南粿仔店休困了后，4位警员就入去店内。迄当时店内只有1位外籍看护，面对几啊位警察也个牙棍啊，突然入来店内，根本就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因为他来的理由也没跟我们讲过，我不知道他找谁，这不是非法入侵吗？有没有搜索票？他说检察官签发的机票，我说但是你机票是机体啊，机体人家不是搜手啊。主要原因是警方早就锁定一位伫仁德区小安的越南籍车手顺线追查，亲像带伫这间店的2楼出租套房来。警方到场一间一间查看了后离开。不过业者表示，警方迄当时无出示搜索票，也无通知伊到场。他没有收到这种事情，他今天觉得很害怕，然后他们都是送上去，然后还有拿棍子，他们警察有拿棍子，他怕是不是？要怎么样？但是他不懂台湾的法律。越南粿仔店的头家娘是北越人，过去也会协助检警，也是移民署担任翻译，甲地方派出所互动袂歹，认为这摆警方办案有欠点。能以中文沟通之外籍工作人员同意，共同至2楼套房确认该车手未在楼上后即离去，并未实施搜索。警方强调无执行搜索，后手也伫婚姻观察下这名越南籍车手，车手也表示，捌说厝伫这间店的2楼。警方审问了后，已经以诈欺甲生钱防制法定罪嫌疑上，目前羁押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花莲市的本社场早起有个大火哦，虽然火真紧就拍花，也毋过伫短短1个月来，花莲的本社场嘛已经火烧3届咯。因为今仔早起的温度是无介悬，本社是家己烧起来，还是讲是有人放火，爱个调查。消防车一台刷着一台，赶去花莲市本社场，消防人员救水线拍火，怪手也开乌本社，避免内底吸烧。花莲市民并无闻到怪味，也毋过对各发生火警感觉上无。目前是没有闻到味道，我希望相关单位可以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这件火警是发生伫早起6点54分，由本社场管理人员发现堆底开烧西边有臭甲素外泄，抓来就大火烧起来，赶紧报警。火势虽然真紧拍花，不过本社场对了收管监视都是引起火警的主要原因，清洁队也要调查。我们不能排除的原因非常的多哈，当然。人为纵火是其中一个可能的一个选项啦哈。我们明年会将这个我们现在堆高的垃圾会拉下来，以后我们
堆置的垃圾的高度不会超过7公尺。环保局也派员去监测空气品质，目前数据也在统计，不过这已经是30日来北区2座粪扫场第3件火警，引起花莲各界关切。积极跟中央争取经费明年我们也自己编了5000万的经费来打包整个花莲市的垃圾，因为现在目前的去化量能的确还是不足的状况。那火警发生的原因，警方也在调查，不过消防人员唔敢大意，继续伫现场喷水监测。目前花莲市粪扫场总占地量大约8万多吨，建乡粪扫场大约1万吨。安怎加速气化，成做重要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雾峰的中正路最近是画标线，新的标线取消本地有的机车优先道新设倒弯的车道。有民众是批评讲，这路头倒弯的车道时间当挖到市场各巷仔口实在是无必要。民众顺利沿车路驶车，不过过路口了后，原本倒平的双黄线向将煞走去正手边，险险变作反向驶车。真侪车主看到，随甲车撤对正手边去。台中雾峰区中正路最近当咧做飘线施工，当地技术认为，哪施工哪通行，袂管是嘛真危险。工作人员我也会担心，我会撞到他还是怎么样啊？大家都要小心，变成大家都要加倍小心这样。民众讲定位飘线了后，取消原本的机车优先道，增加倒弯专用道，和原本的设计差真多。若大细只车咧抢路，真侪路口的倒弯道，嘛我向车辆无法度入去的巷仔，也是菜市啊。民众讲无使用，佫增加罚款的风险。为什么你们现在这里不能过马路了？双黄线画在那里，这里不能过马路了。蔡市长没有开车进来了啊，开车进来很少啊。机车呢？对啊，机车而已啊。对啊，你一般的路还好了，我觉得啦。这个蔡市长的路你这样不会塞车。市长表示讲，这个路段是国土署补助的道路改善计划，有2100公尺长。按这个月13开始动工，预计第2日全部完成。因为当地人口集中，佫是自商混合区，采用无封路分段施工，希望降低冲突。将左转车流独立，改善左转车流阻碍直行车流的情形，并减少直行车流右切与后方车辆产生擦撞之事件。相关设计图说均经国土署及交通局专业审查通过。市政府表示讲，后续会继续追踪当地实际交通状况，嘛会互民众适应甲调整的时间，时到会看实际交通状况，做必要性的调整。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市东乡的公园边啊，本地是有放一寡护栏，但不过最近却消失了。调监视器发现讲，护贼仔在走，警方嘛已经抓到2个嫌犯。警方是表示讲，计供74公尺的护栏，大约是价值60万。即抓，即马雄安尼吼，我即马等一下确认了后，我一定要紧报警。有民众发现规排通路边的护栏，有其中一段规排消失。伫云林县市东乡公园4khu围，常常有民众来遮散步运动，惊民众跋倒安全问题，边仔有设围篱，即马煞有74公尺长的围篱无去。你若以当时的造价安尼来讲，我的损失要甲公司的损失要甲60万啊。但是我嘛感觉真怀疑，就是讲这种物件这么明显的是赃物，为什么查拉要摕？伊要摕就表示他有去处。市东乡公所讲，当初设护栏的时阵，采用材质较好的阿鲁米合金，1公尺报价大概800块。这摆损失大约是60万。警方接到报案，随调阅监视器锁定车辆甲人，随抓到2个嫌犯。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经连日不眠不休，调阅周边数十支监视器镜头，抽丝剥茧，于2日内即将李姓、周姓2名犯嫌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警方讲，这2个嫌犯已经甲偷来护栏脱手卖2万块，防抓到时钱早就开掉，会继续追查护栏的下落。另外，市东乡公所讲，若是会当找到护栏，会阁请工人甲护栏装转去，来减少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属于有200多栋的历史，县政府伫4年前开1个月来翻修哦，佮有规划生态步道甲读册中心，嘛有规划店家进驻。本地哦，才有1间卖甜路的店，也毋过伫4月的时阵已经收起来了，所以这个空间哦已经半年外无人的使用。屏东县政府的审计处的要求讲爱检讨。
对门口行入去，会当看到正莲花的水池，水池迄头是读书中心，边仔是店面。我近看店面用铁链锁掉的，内底无人。这是屏东自营园区，屏东县府4年前开1亿外征收，嘛设店面互人租，1个月租金2万5。不过，这间卖甜路的对4月就退租，空伫遮要半冬啊。屏东县新结社要求县府爱检讨改善。人少安静，就还不错啊。就是有时候出来上厕所的时候，这边都还会坐人坐在那边享用甜点。县府民政处表示，其实住院平常时人袂少，不管是来散步也是来看册，只是所在无够大。原本的业者有家己的想法，县府和业者参详了后，选择违约退租。针对租金是不是有较悬，民政处表示，若有新的业者，拢会使去讨论。因为他们生意不错嘛，他们需要大一点的空间。客人来的时候才容纳得下。跟他们解约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有在招商，要享受在经营的一个方向哈。但是呢，里面的装潢呢，要配合要改变。新结社的报告是讲，当初县府投入经费修复，煞因店头提早退租，相关的绩效评估做了无够，要求县府爱检讨。民政处回应，未来会调整租金。目前嘛有业者咧下面联络询问。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办校园巡演，今仔日金风歌戏团是去南投草屯的雨伞国小演出，用歌戏来宣传反霸凌，嘛教囡仔唱七字啊，学一寡脚步手路。演员甲囡仔唱七字啊，搁有学脚步手路，囡仔拢生甲真欢喜。李静峰歌戏团19来到南投县草屯的雨伞国小表演，嘛互囡仔体验安怎唱甲演，真侪学生拢是第一摆体验，讲感觉真趣味。很新奇，我阿公喜欢看这个歌戏，以后也会想从事歌戏的工作。那些动作还有服装以及歌声，我觉得非常棒。也感谢他们来到这边为我们表演这么精彩的歌仔戏。李静峰歌戏团因为有参与团艺中心的计划，伫国内拢总有10场校园巡演。19演的戏出是红雀仙子吴聪恶心林。戏出咧讲善良的朱雀仙子来到森林，发现河福鸟唔拿破坏环境，甚至欺负百姓，两人连番请拼。最后朱雀仙子总算打败嘛，感化河福鸟，互伊了解唔通做歹，爱敬老尊贤。戏团希望透过歌戏，互囡仔了解反霸凌的观念。我来编写比较较会当互小朋友了解吼，学生会当感觉趣味，或者讲剧情哈。那我就传承真侪少年辈演员，带因来到校表演。团长表示，希望透过趣味的表演甲活动，来推广歌戏甲台语文化，互囡仔自细汉就来接触歌戏，甚至开始喜意看歌戏。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台东县避难组传统织布的老师孙菊花，唔拿传承避难组传统织布的技艺，甲同样，佮开发新的工具，用文字来记录，对于传承技艺文化有重要的贡献。文化部的文字局这个月就公告，孙菊花老师将做重要的传统工艺保存者，灵感国宝。85岁的避难组下滨弄部落编织工艺老师孙菊花，伊62岁才正式学习避难组传统的编织，因哪学习哪研究，甲传统白伫身躯顶坐伫涂骹的地织机研发做高织机，会当坐喺椅仔顶，互编织的工课更较方便。而且伊甲学到的编织花草用文字记录来，发展做组织图，互考团的技艺继续传承。这个月，文化部文书局正式公告，孙菊花老师的编辑登录做重要的传统工艺甲保存者，让孙菊花老师感觉真紧张，因为伊的责任更加重了。一样全部都是手工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要绑在身上。文化部给我弄的这样，我很像要嫁人的感觉。组织图对我们将来要传承会有帮助吗？一定有帮助啊，因为其实是只要你有跟学习，还是有刺绣的基底，你就会看得懂老师在画的制图这样。孙菊花老师虽然已经有岁，不过伊逐工坚持伫工作室织布，拄仔来全是半成品。
伊佫积极找找古早避难族的道行花草，要传承落去。部落的士大公孙菊华老师，毋但是国宝，佫较是避难族文化保存重要的推动者。虽然他不识字，后来他自己居然也有自己画图，也把它画出来。部落的士大公真感服孙菊华老师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而且佫会当传承传统文化，甲发扬光大。希望有更较侪人会当来学习，保存这项古早的传统技艺。记者综合报道。美食糕有一种传统的凉鞋，本地是当地原住民用日本的纤维来做的，也毋过后来改做皮仔来做哦。特殊编织的设计，互真侪外国人嘛真介意。一挂色彩正水，用编织的凉鞋甲皮鞋排几排，因特殊的编织设计，为画面顶头有各种的花纹刺绣，真有民族的风味。这就是几多年来真受人喜爱的墨西哥传统的 Huarache 手工凉鞋。一挂做画师傅手真无形，做墨西哥凉鞋就要用手工处理配料，佮再真详细裁过、添过，每一步拢真讲究。Lo que se hace con la actividad del huarache es un trabajo muy laborioso, en donde si pusiéramos a hacer un artesano, apenas si logra hacer 2 o 3 pares de huaraches al día. Eso quiere decir de que es un trabajo muy laborioso. Huarache 凉鞋上早记录是几多百年前的前西班牙时期，伊当阵的原住民普雷佩查族相信，人若死去穿这种鞋，就能带着荣耀甲尊严，行向阿兹提克人的冥界。上早这种鞋的画面是用龙舌兰食物内面的天然纤维，加工做成纺织品料来做。表示西班牙人来，甲牛带入来了，才开始用皮来做鞋。之前墨西哥的村庄，这种鞋是唐方哥素士的工作鞋。到20世纪的60年代，嬉皮加冲英文化流行。墨西哥凉鞋竟然伫美国流行，变做时尚的代表。不过这几年有运动大奖，甲墨西哥人编织的原创设计，用伫因的新款凉鞋，和墨西哥作为师傅批评。为了要保护在地文化遗产，墨西哥总统肖恩鲍姆讲要用法律行动阻止商业侵占原住民的创意。因为全球化甲墨西哥人骄傲的设计杀向全世界，不过墨西哥人也全力伫咧维护家己的文化遗产，袂互人偷摕去用。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辑。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